的暑假，咱进入到这个新秋天的季节，愿主保守咱大家心身肉体，拢有对主所享受的平安。咱要三甲来分享主的话，咱大声来祈祷。听我的主上帝，感谢你，阮受你拣选，就是一个奥妙，一个恩典。特别阮较无你来到你面前，这个还是主你的疼，所以阮看重这个恩典，阮伫你面前谦卑要领受，对你来天顶的话，互阮的气力。伫你面前，阮伫遮三甲勉励，互相造就，对主领受迄个上大的祝福。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即位咱续接伫咱即几礼拜中间三甲学习的主题，咱伫即个周年庆的时阵，三甲来分享咱教会迄个使命的宣言。内面有真侪咱伫努力的方向，咱希望会当迈向即个50周年的时阵，咱是用一个上帝所祝福、上帝所兴起、上帝所建造迄个美好、健康的教会来奉献伫主的面前。咱其中有一个咱的使命，就是咱的教会兄弟姊妹，逐个人拢有对主领受迄个灵命非常的丰盛的基督徒。咱灵命的丰盛，毋是一个外在的状态那定。灵命的丰盛是因为上帝互咱心内有主的话，心内有圣神的气力，心内有主所互咱迄个呼召，迄个心志。咱今日要三甲有学习来即个主的话，互咱大家得到领受，就是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一个人生，特别是信主的过程中间，拢有一个呼召的时刻。这个呼召的时刻，就亲像圣神在光照，咱会晓通线接迄个光照、迄个呼召、迄个神圣的时刻，咱一生行伫这个恩典，也是上帝为着咱备办的脚步，甲迄个恩典的道路的中间。咱今日读的这两位经传吼，大家拢真熟啦吼。这个东港帮忙一个吼，这个帮忙还好。这个使徒行传哥林多后书，搁有一个是这个腓立比书吼。咱伫迄中间，咱拢伫遮咧三个学习。咱小等下呢，咱会当伫遐来做伙。做伙来搁复习一下吼，咱请东港帮忙来即个投影片的跑照吼，咱来看迄个标题的所在。大声咱要承认即个圣经中上重要的一个主的门徒，特别是传福音的门徒吼，来伫遐来看见保罗伊受光照，即个做典范。做典范通看见咱每一个基督徒，毋是干那即款伟大的人物，每一个你拢有对上帝来一个呼召，有的是足明显，有的是安尼一个步调一个步调在对你呼召。咱会当对遐来领受到一个圣神的光照，然后咱照主所互咱命定，咱一生行伫即个恩典的道路。保罗伊对无信、毋信主，特别来迫害基督徒，来成做一个亲身见到主。伊对圣神的光照带来，互伊生命的转化。咱拢知影保罗大声伊的名叫做扫罗，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即个法利赛人，一个罗马的公民。他伫伊的人生的过程中间，头前段会使讲是吼，若用今日咱人的迄个角度来讲，读册各方面的成长拢非常的顺遂，就对啦。会使讲是人生的胜利组安尼。所以带着即款的自信，带着即款伊对犹太教义也是旧约圣经的认识，伊一个就认定讲，
这主耶稣所传的这道理吼，拢是离经叛道，拢是违背祖先的传统。所以吼，我是一个积极分子呢，我赶紧甲这人抓起来。迄就亲像咱一区园内底吼，有生一寡无共款的草，伊讲这是袂使，赶紧拢甲删起来，慢慢起来，要互伊足纯正的就对。伊迄阵的心态是安尼。即款对着耶稣的人吼。气力愈大吼，迄个危害就愈大，对无？吼，伊足有效率的就对啦。所以要甲人辩，拢辩袂输。这个故事是对司提反。司提反头一代教会执事，因为这个犹太人的当局来抓这个司提反。那甲伊判有罪死刑，就甲带到伫外口的所在，甲伊钉石头。圣经的记载讲，中间有一个少年人伫边，伫甲遐个做，就是这个刽子手吼，遐个人一寡衫裤、一寡物件甲顾掉的，就是为着要看即凭安尼，这军队耶稣的人，我用迄个上残酷的迄款的手段来甲司提反拍死，看恁这基督徒会安赶紧闪走袂，会当怎销声匿迹无？所以伊家己大声是自己是正义啦，伊带头咧迫害，死过去掠基督徒。他这个故事呢，会使讲是以肉体的目睭去受到遐犹太教义的束缚。无去领受到这个福音的光，他伊的圣性的光照，也是对伊上界安尼积极要迫害基督徒的时阵做开始，就是伊伫往这个大马士革吼，咱较早台语叫做大马色的路上，讲有一道光对天照落来啦，一道光对天照，四面在甲照，他这个代志呢，有记载真清楚。伫圣经使徒行传的所在吼，使徒行传的所在，这个第9章的所在有记载讲，有一道光对顶群照落来了后，保罗就怎跋落伫地面上啊，然后有声音讲：扫罗扫罗，你为安怎迫害我？伊就问讲：这声吼，无看到咧，主你伫倒啊？你是甚物人？迄个声音应答讲：我就是你所迫害耶稣。起来入城，有人会甲你应该做的甲你讲。这个故事就这个展开啊！已经要到大马色，是咱要去大马色，要去大马士革是甚物呢？伊是甲大祭司清令啦吼，清令讲来，你互我这个像迄尚方宝剑安尼，我来吼，甲这基督徒安尼抬到互伊寸草不留啦，拢掠了起来。已经要到城，要入大马色的城，迄道光射落去，伊跋落马骹安尼。奇怪，伊甲伊做伙同行迄阵吼，迄阵人拢无听到声哦，嘛无看到人安尼。看到这个扫罗哪会倒伫涂骹，咧声嗷嗷念是咧创啥货安尼啦？但是扫罗讲对地面上爬起来，目睭踢开，煞目睭看无啊。迄个光照一个，互伊肉体目睭无看到啊，肉体目睭无看到啊。他伊肉体黑暗，对地面上爬起来，讲踢开目睭，啥物拢看无。伫这个啥物拢看无的中间，圣神开伊心中的目睭啊，心中的目睭啊。他注册一个门徒，叫做阿拿尼亚。讲你去入去城内去找一个叫做扫罗的，你去甲伊服侍。这个阿拿尼亚咱拢知影，伊是忠心的门徒啊。知影这个扫罗来是要掠基督徒的，竟然主爱我去服侍一个刽子手，去服侍一个在迫害基督徒的人。这个敢对？敢会听唔对？我听的声敢是真正主的声呢？讲伫这异象的中间，
主讲你叫你去，你做你去。讲伊上中讲，甲伊还手，互伊恢复伊的视觉。阿那尼亚本来还搁咧丢毒呢吼，讲伊都要来掠人的，要来杀人的，咱走伊都袂赴啊，要搁去找伊安尼。但主甲伊讲，主甲伊讲一句话，主对阿那尼亚讲，我竞选伊来侍奉我。要医治外邦人、君王以及以色列人中间来宣扬我的名。遐尼实话，咱若是用咱人的眼光来讲啦吼，什么人要选唔选，都选一个较优秀、够讲话，搁有刚强壮胆的，何必靠去选一个反对耶稣的人来做伊的门徒呢？这超过咱人的思维啦吼，咱人的思维，迄就亲像讲。咱两个政党咧对抗，我去选一个对面的迄个党，专门咧骂咱的人，讲来，你著来做候选人。今年11月26来咱即党选，你讲头壳歹去啊咧吼，差不多是即个意思啦。但遐尼即位，上帝的能力赢过人的思维。即个保罗，因为主亲自去点开迄个心灵的目睭，迄个一直咧追求，迄个对旧约圣经一直咧宣告，迄个拯救的福音，然后主用光亲自甲伊讲，迄个就是恁犹太人一直这2000年来一直咧追找的，我就是迄个主。所以当人伫一款绝对的改变的时阵吼。迄款咱讲莫讲印象啊，迄等于整个生命拢改变去啊！伊知影讲，即声我走袂去啊！我一生在追求的，竟然是我迫害的主。我咧较无的犹太人的复兴，我咧追求即个永恒的生命，竟然就是我目睭迄个讲亲像互喇嘛糊着安尼，看袂着迄个真理啊！当主甲我的迄个蒙眼撤销去啊！我亲自看见耶稣基督，所以遐即位伊的改变到什么程度？咱看保罗伊家己做见证哦。保罗讲：我因为主耶稣，甲至宝变做粪扫。迄种的改变吼，什么人拢理解袂出来。讲原来宝贝变粪扫，恁兜的珠宝，你甲等你粪扫对看嘛呢？个等看嘛呢？你敢有法度？恁兜银行簿啊，摕去烧，敢袂？保罗用即款话来见证伊家己的改变，这是一个象征啦。伊讲3章第7节3章即个第7节讲，毋过以前对我有利的，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我看作是损失。以前有利，我看作是损失。什么原因？是因为基督。当一个人生命受改变了后，伊的价值观，伊原来所受的遐理解，拢完全改变。有几张图，咱来看见即个保罗伊的改变吼。即张是司提反要互石头钉死的时阵，讲少年的保罗伫现场啦，伫现场伊退遐行刑的人，在看遐伊的衫裤安尼。因为犹太人穿迄大迄个外衫吼，要钉石头吼，无方便就对。你看，伊甲伊的管理的衫，互伊去做即件害死基督徒的事安尼。但是伊要入大马色的时阵，讲天顶忽然发出一个光，四面打挖着即个保罗，所以伊全对马顶跋落来安尼。但是为圣神的光来照着保罗，也带来伊生命的转化。所以后来特别是天主教，伊尊奉保罗是一个伟大的圣徒，传福音的使徒。圣经新约圣经有一半的圣经拢是伊写，所以这张图咧写讲，这个保罗伊一手举剑，表示伊顺道啦一手摕着批信，表示伊咧坚持维护伊所信的耶稣基督。到后来，使徒保罗受审判，后来受杀死，特别是迄个
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王叫做尼禄哈，有人讲伊可能是精神有毛病啦。伊竟然看到规个罗马城拢互火烧伊感觉像是咧放烟火安尼，足快乐的。这种情中间，伊到后来知影讲，哇，这啥代志大条啊！迄袂收煞迄百姓的厝体财产拢烧了，这啥要啦？伊讲赖互基督徒，讲迄基督徒去放的就对啦。后来保罗伊继续传福音嘛，互掠着，后来判伊有罪原来是爱受死刑、烧刑啦，但是因为伊是罗马公民，所以无用火烧，用刣的、用斩头的就对。这张图是一个用历代画家画图嘛是共款，伊也剑甲批信，但是伊是坐伫宝座啦伊坐伫宝座，但是迄个图无介清楚，咱若有机会看原图就知影，伊。保罗的头受斩伫迄个头，迄个楼梯骹，就表示讲，伊人的生命、肉体的生命死啦，但是伊是耶稣基督，甲伊升起伫宝座顶，伊咧维护整个的信仰，伊为着主来顺道这拢是保罗的遮个图画，伫咧见证这项事。但兄弟姊妹，咱用这个正做一个。咱今仔日信息的一个参考的点是甚物呢？这个保罗伊有能力，但是啦，迫害主，伊的危害是遐尼大，主亲自甲伊收转来，甲这个遐尼大的危害者，甲收转来做伊的门徒。这是上帝的逻辑，这是上帝用人的办法。所以这个保罗讲，我无违背天顶来的异象，伊一生到死，拢无搁再离开。伊经过遐尼多的苦难，伊拢感觉讲，迄个生命对迄个光照开始，对迄个阿拿尼亚来甲伊换手祈祷，互伊搁重新恢复光明开始，伊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兄弟姊妹，检查咱兄弟姊妹，逐人无一定，逐个人拢亲像保罗安尼，有迄款遮尔强烈的圣神的光照，但是请会记咧。你搁回顾，伫你的人生的生涯中间，对囡仔开始，到你青年读册的时阵，也是到你对你初信的兄弟，你信主的过程中间，你有迄个亲像保罗迄个受改造、圣神光照的经验也无？迄个经验真做你一生一个上帝予你的一个指标，知影讲主看重你，主听你，予你人有份通就近伊。予你通有份来服侍伊，予你有份通为主来传福音，这是你至大荣耀的身份。有时我咧回顾讲，我今仔日外口这个年纪，服侍主的历程嘛，近日尾声。到底我互主呼召的，到底是对对开始？真多，但是我一直定来记牢的。我囡仔时代。伫我的庄脚偏僻的所在，常常拢无木者，因为离岛搁有海烧价，也无水也无电安尼，常常木者无法当真稳定伫遐服侍主。有一摆，有一个已经移民到伫高雄的一个阮共工作的阿伯转去平湖七米，伫迄所在因为伊有较早少年时代学着咱传统的翕相啦像翕相馆迄款的技术，所以都爱家己会晓翕相，搁会晓洗相，知影嘛用暗房落去洗相安尼。有一摆就趁伊休假，转来平湖，转来阮的故乡。我囡仔时代感觉讲足好奇迄阵就先做伊的迄落啦做伊的助手，因为爱炸鸡丝，要对伊去即个岛安尼外面翕相安尼。伊已经搬来台湾嘛，所以等于伫迄个七米迄个岛是也无旅社嘛，也无啥物所在，就住伫阮兜就对。阮其中一间房间就借伊住，而且伊去翕相了转来，伊就爱洗相做暗房来洗相。就囡仔人好奇就一直甲看，一直甲对安尼，像跟班小跟班安尼啦。伫咧对伊行的中间，伊
突然间甲我讲一句话，讲文学啊，后摆吼，你就来做牧师啦，做主的工啦，吼，看起是一个应该是讲疼惜主题，也是讲关心的话，但是迄句话就放伫我的内底啊。迄句话到今仔日我拢无袂记咧。一个普通的话若定，有时我咧想讲，咱兄弟姊妹，你我大家的中间，有亲像阿那尼亚即款的人就近你无？对你讲什么款的话？迄款的话可能是平素无常啦，但是就是一生拢互你记住咧。到后来我读高中的时阵，参加一个灵修会，伫献身会中间，我回顾到几年前，即个阿伯对我讲的话，伫遐流目屎，甲主讲：主啊，若是你的差遣，我欢喜。就安尼，我行入即个服侍主的人生的道路。阮阁一个共故乡的老长老吼，即个老长老。迄老长老有一天伫礼拜煞吼，伫门口，因为较早也无像咱教会有迄个遐尼水的心灵专家，拢嘛伫树仔骹，伫遐咧休热着，因为热甲吼，树仔骹休。我会记阁是伫一个围墙边迄个门徛遐，伊甲我讲一句话，讲：恁后摆吼，若要献身做主的工吼，毋通压制本担哦，毋通压制本担，毋知咱大家。听起即句话听有无吼？毋通压制本担，是讲毋通有头无尾啦。到尾吼流酸就对啦，尾都爱做头，毋通甲迄个本担压制去啊！安尼。即话即讲起来是人生的一个小可的即个巧遇，但是对我来讲是真大啊！迄个影像一直足清楚，一直足清楚。即话。迄道光伫倒位咧照你？保罗伫大马色，有阿那尼亚来对伊讲话，来甲伊造就，互伊真做一个伟大的即个传福音的人，即个温度。我期待咱兄弟姊妹，逐个人去敲吹，去回顾，去想你的人生的日子中间，你有受圣神的光照。你的生命搁再做迄款的时刻，我都有讲，咱生命旅程中间，咱拢有迄个神圣的时刻。一个互主选调的人，会互圣神光照，用足奇妙的方式，生命受起造，你的眼界会拍开，你的价值观会受反转。安尼表示讲，咱所对的世情的学习。社会的这个状态教育，伫学校一般正规的教导的中间，有真多的事袂当改变咱的眼光。但是当圣神光照你的时阵，你较早感觉讲是安尼，人讲唯一的标准，你受拍破。你原来追求的目标，你改变。顶日我有看到一位已经退休的牧者，这个牧者。可能真侪人捌伊，蔡慕东牧师吼，已经退休。伊是当时代伊项伊第一名毕业的，伊选择做精神科的医师。但是，当伊人生的过程中间，伊自愿来志愿去到屏东迄个上偏僻的病院伫遐来服侍，伫一边的中间，迄阵屏东迄个基督教病院为着要去迄个病院的宿舍，遐个馆舍，伊就甲伊遐个同工，迄阵单咱的高速公路单开始开通啦，开始开通，伊就用一只足旧，较早金牛仔车一只车开车要驶过去，逐位来报告、来募款安尼。无拍算伫高速公路顶发生严重的车祸，其中有一位足少年大学毕业，
足优秀，啊嘛是共款受呼召志愿去偏僻乡村的病院遐服务，无拍算伊，因为当时可能车况无好，也无啥物安全带的设备，人喷出去，就伫高速公路顶，因为足强的撞击吼，到尾这位姊妹就失去生命。这个姊妹，这个青年，就是我进前服侍的盐埕教会前任的牧师，叫做戴中德牧师，唯一的查某囝，叫做戴伊娜姊妹安尼。戴伊娜姊妹，迄个时阵，迄个代志一个发生，非常的轰动，伫咱台湾的教会界。这蔡牧师经过迄边的大冲击了后，伊知影讲人的生命伫一瞬间，但既然上帝留伊的生命，所互伊身边上优秀少年的姊妹来失去生命，所以后来伊就决志献身，讲主啊，剩的生命是你所予我的，所以我就献身。所以后来伊做医生无做，去做牧师。这实在是拄到一个足大的这个叫做大的迄个伤大的灾难了后，伊的生命搁一遍改变。最近伊有铺一个简单的，一个咱讲伫网络顶面定在讲咱大家来斗支持某一款的节目，来按赞就对啦一款的活动，一款的计划，讲的是伊的同学啦。有哪是代医科毕业的，但是伊是一个天主教徒，伊即马献身去关心遐个弱势者，所以伊办的遐个协会专门遐咧帮助遐艰苦的囡仔、病痛的囡仔，所以伊推动一个活动，叫这朋友大家去上网按赞，互伊迄个成绩较好安尼。伊嘛是咧讲，伊受主的呼召，伊即个同学，伊毋是享受着人生最的物质的享受，伊欢喜要服侍这艰苦的囡仔。兄弟姊妹，我讲这个，拢是咧互咱看见讲，有时当圣神光照你的时阵，你人生的价值观完全无共款，社会的标准拢无搁再是你的参考啊！你唯一是为了主来活。保罗是安尼，咱搁看就是即个雅各嘛是共款。咱在旧约中，即个雅各，伊本身是双胞胎的老二嘛，但是为着要得到大囝的名分，用尽办法抢夺伊的兄哥迄个大囝的即个职分。但是因为即款的贪心，也是讲伊即款会无用好的手段，后来煞变做，互伊的兄哥要来甲伊追杀，所以不得不来流落到他乡就对啦逃走。所以对原来伊要抢夺到不足，雅各伊财务匮乏，但是却带来生命改变。伊流落伫异乡他地的时阵，本来伊要得到大囝的福气啦，毋过煞变做流浪他乡。但是上帝依然共款，伫即款时刻中间，圣神光照。圣经早有记载，伫创世纪28章内底记载讲，伊伫伯特利啦，一个所在叫做伯特利，来看见主来看见主。伊伫梦中有光，像是天梯安尼对天顶落来，有天使起起落落，伫遐咧敬拜上帝安尼。伊伫遐个恍惚的中间看见讲，这哪会天开啊？哪有遮尔多咧敬拜上帝啊？所以伊原来是用一块石头做枕头困伫顶悬。伊看见主徛伫个身躯边，来对伊讲：“我是上主，你是你的阿公阿伯拉罕的上帝，甲以撒的上帝。我要甲你现在倒的即个土地来赏赐互你，甲你的后代。讲你的后代要亲像地上的土沙遐尼济，东西南北，逐项来扩展。
我要借着你甲你的后代来束缚世界各国。兄弟姊妹，若用人的角度来讲，雅各毋是一个好囡仔呢，你敢知？吼，迄头壳内底足侪歪波的吼。啊，上帝嘛是，上帝就是请即款，就是要互你改变。上帝对一个已经在流浪的一个雅各，伫逼着你，互伊看见即款天国的异象，天顶的光来照伊。啊，所以当伊困醒的时阵，讲啊，上帝确实伫遮啦，上帝确实伫遮，我竟然毋知。伊真着惊，佮讲即个所在遐尼通行位，啊，遮伊是上帝的家，是通往上帝的门户。啊，讲伊第二日呢，就是伊起来了后，将伊困的迄个枕头，即整个枕头的石头，徛做一个碑，伫遐来纪念，伫迄个石头啊顶悬来压迄个油啦吼，来献互上帝，啊，甲迄个名号做必得利，或者必得利。这段起这段，真个敬拜上主的所在。兄弟姊妹，这互咱真大的一个体验。毋是用咱家己到底吼，我是到什么款的程度才下上帝呼召的标准啦？是上帝呼召的时阵，你有愿意接受，有愿意改变啊无？但即个雅各，原来困的迄块石头也无算啥，就亲像你的枕头，但即个枕头山吼变做敬拜主的山，迄个奇妙。啊，所以逼着你将做一个敬拜上帝所在的记号。啊，当雅各后来呢，因为伊遮个12支派吼，遮个囝遐故事，咱就知影。后来因为抗旱啊，走去到埃及，竟然上帝差遣即个雅各讲，你去到埃及的所在，要祝福迄个所在。讲我是上帝，讲我是上帝，是你老爸的上帝，毋茫惊去埃及，我要互你的后代伫遐成做大国。啊，所以伊就带着伊遮个子孙去到埃及的所在，几啊百人。到后来就是发生摩西带犹太人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遮个故事。啊，这是遮个图画啦，吼，你画着讲伫逼着你。啊，即个大兵吼，把迄个雅各伊看见上帝的即个的所在，啊，遮拢是一个象征的图。后来用即个石头啊来当作是一个祭坛来敬拜上帝。兄弟姊妹，人所以会改变是看见一个异象，迄个异象大甲互你是世人袂记得。哥林多后书5章16到18节讲，所以我对打以后，无搁根据人的标准捌人。虽然我毋捌用人的标准捌基督，毋过现在无搁安尼来捌吼，无搁安尼来捌伊啦。安尼无论什么人，伊讲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成新的。这的一切拢是上帝作为，通过基督。互咱甲伊搁和好，搁将互人甲伊和好的职务交代完。兄弟姊妹，即句话互咱真深的学习啦，就是讲咱甲上帝搁好，咱无搁做用人的标准来看基督，是因为咱有对上帝来眼光，有对上帝来新的看法，啊，所以无根据人的标准来捌人啊。兄弟姊妹，有时咱看见真侪。无论是真情部落客，也是讲一寡伫社会较早是为非作歹的人，是食毒已经互社会放杀的人，因为圣心光照，伊正做一个为主做工的人，为主做见证的人，甚至遐大罗马拢因为安尼来信主。这若毋是圣心的光，什么人有即款的气力呢？啊，所以哥林多互甲上帝和好，互咱传和好的福音的这份。兄弟姊妹。迄个和好的福音，就是一个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迄个好福音是咱较早背叛违背主，但今仔日我愿意跟对主，就亲像保罗伊一生讲我无违背对天顶来的异象共款。兄弟姊妹，大家咱互相来三面来讲，基督徒勇敢来追求生命，受圣神光照。
我都要讲我家己的经验，迄嘛是一个小小的记载啊，但是上帝就互你一整记袂记咧啊。你有即款的领受无？迄个领受你有一直在家己维持无？有继续伫你的生命产生改变无？主的基督，因为圣神的光照，主基督的生命伫咱身上来显现出来。有即句话真侪，咱一个检讨，也是讲一款的提醒啦吼。咱定听即句话讲不忘初心，对吧？吼，不忘初心。这个不忘初心的意思就是讲，亲像保罗当时伫大马色受呼召，伊嘛会使讲啊，都上帝听我，互我安尼捌你啊，剩了以后我行我家己的路啊，我就无爱阁行。后摆就无阁继续啊，就对啦。但是伊一直认定即个呼召，啊，所以咱人吼，每一个人拢有迄个生命受转化的新生时刻，但迄个时刻毋通成做一个古早的故事，迄个故事是成做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是耶稣基督一个新的生命伫你内底，你一直逐日在活，拢咧为着迄个来活，因为迄是上帝所予你的，所以咱爱持续更新，咱继续行伫稳定的道路。安尼迄个异象才袂一直花去，一直无去，啊，拢无明去啊吼。啊，你嘛袂使讲上帝，你逐日拢答我一个新的亮光，啊，我不得了啊！遐侪你要哪去查考咧？是因为迄个光继续圣神在甲你提醒，互你一生行伫即个稳定的道路。咱毋通袂记咧启示录这段经节所予咱的一个提醒啦吼。启示录第2章40到50讲，毋过有一项代志，我要甲你责备，就是你已经放杀你当初的疼心。我要甲你责备，你已经放杀你当初的疼心，所以就会记你对打了对了，若无我就悔改，做你当初所做的工作。会去你遐将你的灯台对原位来刷开，意思是即个启示录的话在警醒吼，在警醒提醒主的教诲，讲毋通袂记你当初时的疼心。像即话，你可能是囡仔时代、青少年时代、大学时代受主的光照，请你记得，迄个光毋是一个普通的光，迄个光是永恒的光，是上帝所予你迄个稳定的呼召。当你行入这条路的时阵，你是受祝福的路。有人心软弱，会违背，会离开，但是有人佫活倒转来。当你初信的时阵，你安怎互上帝甲你听？你这个听爱继续伫咧，安尼就亲像圣神的光照，你就生命受再造，迄个再造是永远的，无佫再改变，无佫倒转来，无佫新佫变旧，啊旧佫变无，是一直咧换新，因为圣神甲你同在。现在即位，我要招咱做一个祈祷，然后咱才来吟诗，啊，然后咱要请这个中保大道的同工到头前做一个册遣，吼。做一个车牌，啊，咱伫主的面前，咱当小小的音乐吼，咱求主，互咱回想，兄弟姊妹回想你当初时，伫什么款迄个神圣的时刻，主呼召你的，主光照你的，互你一生愿意行主的道路，这是一个稳定的记号。是你生命神圣的时刻，求主予你有一款对天顶来的意向，一直往这个目标、往这个价值来迈进。咱为着咱的生命会当受光照，诚侪见证主的生命来祈祷。咱为着咱家己的亲人家庭，逐人拢同款领受到这款的祝福来祈祷。为着这个疫情的中间，咱大家拢有平安来祈祷。为着你所疼的人，求主亲自赐落稳定伫因的身上，互伊甲你同款，拢同款领受到这个圣神的光照，甲奇妙的祝福。咱的教会要推动幸福小组，也求主，互咱看见这个传福音的迫切，主的使命放伫咱的身上，咱要安怎用咱新的生命来做见证？
咱翻转的生命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咱大家伫咱的心中，咱大家做伙为着这事来献上咱的祈祷甲感谢。亲爱的主，阮确实知影，你伫阮人生的某一个时刻，有亲像用光照保罗迄款的呼召伫阮的心中。主啊，这毋是一个普通的调命，这是上帝恩典的记号。你予雅各伊伫旷野的所在，看见天开，圣神天使恩典伫迄个所在，互伊看见。主啊，阮也意爱要领受即款的恩典，愿一生拢照主你所予阮迄个奇妙的启示甲命定，愿来成就你的祝福伫阮的身上，伫阮身边的人的中间。阮为着兄弟姊妹，伫即个疫情来，拄着侪侪艰难无方便的时，求你施落你的医治甲透放，你的保守甲看顾，你的保护伫阮中间。阮为这长辈，为着这细囝，因恢复转去伫学校读册，长辈需要更较大的保护，求圣神拢甲因同在。感谢你，互阮持守即款的信仰，持守即款的信心，互阮伫心上拢会当显露出主你恩典的光、圣神的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互你们来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病痛中的兄弟，有的伫病院，有的伫家庭咧静养的，求你相助赐落医治透放。感谢主，阮伫你面前谦卑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